司令员同志，火箭军270旅参加演习抽点发射，准备就绪，请您指示。目标的建筑窗户冲南，那我们就选南边顶层的最高点，东边底层的最低点。请您再抽点2辆发射车。7号车，19号车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炮手全部就位，发射架展开，导弹取数。暂停发射。发射暂停。发射暂停，发射暂停。两车交换目标，3分钟之内发射。是。2车交换目标，3分钟之内发射。起来，跑步走。报告，陀螺仪校准失败。什么？19号，原地待命，等我。是。我过去一下。走，19号车阵地。是。7号，暂停发射，原地待命。是。19号，你打开车门，我马上到了。是。旅长。将7号架和19号架数据并联共享。是。输入目标参数。是。校准误差参数。是。各号手汇报情况。车辆正常，平台正常，充电正常，车体水平正常，车齿通讯正常，各波段信号正常，导弹通电正常，自检正常，信号接收正常，目标瞄准完毕。好，出车。实弹发射，重启倒计时，5、4、3、2、1，点火。报告首长，目标已经击毁。报告首长，目标已经击毁。韩磊，如果战争真的来临，我们的发射架必须旅长亲自到现场指挥，才能完成任务吗？韩磊，基层官兵的人才梯队建设，任重而道远呐。刚刚送走了老兵，又迎来了新兵，新老交替，这就是军队。薪火相传，这才是军人。今天是咱们新兵训练营开训的日子，我代表全体指战员，欢迎你们加入火箭军的大家庭，欢迎你们加入光荣的1等功旅——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第270旅。同志们，我为你们在青春之际做出的选择而感到骄傲。好男儿就是要当兵。火箭军是最具有杀伤力的王牌，
和最具有震慑力的底牌，而这里就是你们走向人生巅峰的锻造场。你们需要找准目标，你们需要设定航迹，你们需要积蓄力量，你们需要一飞冲天。你们到底需要什么？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来当兵？记住，只要找准目标，就能设定航迹；只要加满燃料，就能冲上云霄。这里就是你的加注站，这里就是你的发射台。你们要做自己命运的发射号手，你们的青春将在这里结火。报告，仪器工作正常，电缆连接完毕。照通讯号手报告，通讯沟通完毕，数据已上传。4号驾驶员报告，各仪器工作正常，已具备发射状态。号手就位，号手就位。你们说，帅不帅？帅！报告，出列。是。你要干啥？啊？班长，我有问题。你怎么那么多问题？然后你就疯了你？啊？首长，我有问题。说出来，你有什么问题？为什么在下达了号手就位的口令之后，他们没有直接跑向发射车，而是选择了绕远的直线距离？为什么在车外训话这么长时间不展开作业？这些话完全可以在汽车发动之前全部说完，请问这是为什么？夏若，你等着回去的，我弄死你！真的哎。旅长，到，你来回答这个问题。这样做是为了整齐划一。可是这样浪费了时间。刚才我目测计算了一下，最远处和最近处相隔大概20米，最远端的战士和发射车形成了一个三角的关系。如果战士们选择相对较近的路线斜线，起码可以节约2到5秒。可是他们直接选择了最远的距离2条直边。还有，刚才车外训话耗时45秒，我们为了好看却浪费了时间，我不理解，所以提了出来。首长，请你见谅。你是不是有病？嗯？夏卓，你是不是有病？班长，有问题不让问啊？有问题可以问，但是你上大学的时候，老师没告诉过你什么时候该提问题吗？今天是什么场合？新兵开训仪式，全旅的主官都在了啊！这么庄严肃穆的时刻，那大导弹嗷嗷升起的时候，你一个问题把全旅人都干懵了。可是我也没有说错呀，连旅长都说了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回去他要好好研究研究。好个屁！你就是自由散漫，你恃才傲物。团长，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来抠被子，
为什么不多花一点时间好好读书呢？我跟你讲啊，每年都会有新兵提出各种各样类似于你这样的问题，你知道我都是怎么土炮加电炮，啊？你还知道是吧？班长，你可以处死我，但是你没办法说服我。你呀，一会儿回到宿舍，把条例条。看什么看？给我上！疼死我了！回到宿舍，拿出校定条例，给我好好的读，好好的背。什么时候背下来了，什么时候算完。那些我昨天晚上都背完了。不，你背完了你用啊？班长，条例固然写了没错，但是不一定合理呀。一个国家连宪法都有修正案，更何况这些条例条令了。如果一个士兵在部队里都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和疑问，那咱们部队不就成了一言堂了吗？还不让提意见啊？这大老驴，啊！班长，我知道我惹你生气了，对不起。可是我真的是这么想的。条例条令我可以完全服从，但是你得给我说清楚、说明白呀。我觉得多思考问题，这没有错。夏卓呀，你呀，你不是来当兵的，你这是想直接来当班长啊？如果条例允许的话，我也可以考虑试试。可是条例不允许啊。这边班长。报告，进来。旅长，有个事儿，先别说，你先坐下。1分15秒，按照10个架演习了一次，确实节省了1分15秒。准确的说，是我们以前浪费了1分15秒。这么多年啊，我们一直都是横平竖直，讲究个仪式感。可是有谁敢像夏卓这样的，当众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，敢于挑战权威？这个孩子有个性，我喜欢。旅长，你是说你喜欢夏卓这个兵？对呀，我们既要统一思想，也要保留个性。只要是对部队有利的意见，不管是谁，就该提，提的对的还就得改。那行，那我提个事儿。我想让夏卓调开我这个班。为什么？我们这个班哈，笼屉太小了。夏卓这个兵呢，啊，馅儿大皮儿厚，我争不下。他就是天上那神龙，我这就是一小水坛子，我养不活他。你把他调到别的班，或者干脆你喜欢的，这样你就把他当成你文书放在你身边啊。吕正，你这有什么话呢？啊，这可不是你的作为啊！阴阳怪气的，怎么被夏卓给镇住了？那不存在，不存在能镇住我。可是我没法管呢。我这前脚刚想说点什么事儿，这是吧？后面有领导在这扛着顺风旗，在那给他扯虎皮的。我说一，他就有1万在这等着我呢。我跟这兵啊，搭不到一块儿去。搭不到一块儿，是因为方法不对，还用我教你吗？啊？你还有事吗？没了。好，从外边把门给我关上。啊！给你们添点啊！来，哎，给点热的，来，最后剩点啊，都给你啊！哎，好。今天呢，咱们按照部队的传统，给大家一杯热水，一个热毛巾啊，再给大家倒上热热的洗脚水。意思呢，就是让大家伙感受一下部队的温暖啊！一会儿呢，大家伙啊，好好的洗个脚啊！咋了？这怎么还哭了呢？想家了？
啊？报班长，行。我叫林安妈，我没有想家，我也不会想家。我哭，是温暖的哭，是感动的哭，是高兴的哭，是真挚的哭。我们从五湖四海来当兵，离开了父母和亲人，是班长用一盆盆热水洗刷了我们思乡的情，温暖了我们疲惫的心。在这里，我代表全体新兵向班长说声谢谢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说好。怎么样？哎，我这马屁拍的行吗？哎，这臭脚捧的，一点都不说谎啊！今天要不是只吃了半个馒头，我都吐了2遍了。哎呀，太假了！你这眼泪是咋整出来的？眼泪肯定是芥末。哎呦，这个呀，哎，学着点啊，学着点，知道吗？元宝，你能不能不丢人？咋丢人了？捧臭脚嘛！你把大伙的脸都丢尽了。咋这马屁拍的？哎呀，物以类聚。哎，欧阳俊，这明显是大伙闹着玩的，你干嘛呢？我不干嘛，泡脚啊。行，你先泡脚，一会儿记得刷牙哈，保持口气清新，少挤兑挤兑。嘿，对你记得刷牙啊！你要是没有牙膏啊，我这里有芥末啊，免费。有病吧？你说什么呢？好歹咱们也是同学一场。咱们之前是同学，现在已经不是了。刘阳军，咱们来到部队了，就不要给学校丢人。老是窝里横、窝里斗，有意思吗？行，我懒得理你。哎，咱们这就说对，是。何阳军，我一直想把你当朋友、当兄弟。我知道你打心眼里看不起我，不过你也不要不服气。论文论武，你都不是我的对手。怎么着？上单挑了？超人挑战赛马上开始。本着比赛第一、友谊第二的原则，本裁判宣布以下比赛规则和游戏科目。干嘛呢？这是？看样子好像是要单挑。唉，下厨这帮混小子，我过去。来，放心吧，打不起来。咱们静观其变。静观其变。非等他们动手。怎么会动手呢？别急啊，慢慢看。总之呢，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。二人今日华山论剑之后，待决出胜负。失败者需要给胜利者洗衣服1个月。1个月哪够啊？1年啊？2年都行。3年。3年，你要转士官啊？那就退伍之前。行，君子一言。快马牛鞭啊！这俩货精力旺盛啊！啊，这不就是你从传统大学招来的2个超级大脑吗？没错，死对头死有才，他们俩要是能好好配合的话，将来放到一个架上，绝对是绝配。好，光说不练假把式，光练不说散把式。哎，二位英雄，咱们是又说又练。第一个项目，第4个喷水管折返跑，各就各位。加油！下桌！加油！下桌！加油！加油！下桌！加油！下桌！加油！下桌！加油！加油！托尼！加油！加油！
事吧？咱，那个咱们先休息5分钟。不用休息，直接来吧。继续。那就第2个项目，400米障碍直奔跑，各支护卫。3、2、1，冲你！要不是刚才有一块石头，3局2胜，我早就赢了。再来！我宣布一下，比赛结果1胜1平1负最终结果平局。不行，再比。比就比，比啥呀？自由搏击。我，你敢吗？怕你。来啊！不过请假。算，我看你们谁敢！回宿舍去，快！是。让你们泡个脚，我这就倒个水的功夫啊！你们俩就这样好了啊！咱们今天开班务会，咱们全班出名了，没有人不知道咱们。新兵训练第1天，旅长郑伟亲自让咱们班开班务会。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了。你俩之前不是一个大学的吗？不还是一个寝室的室友吗？非得整个你死我活，还动上手了。你要说在部队里面，咱们一起搞军事训练啊，分个高下，分个左右，那行。可是你们2个人现在这种方式，超出了个人竞争的范畴，这是个人英雄主义。咋的？你以为跑1个来回跑啊，弄个400米冲刺就叫好兵了？这是孬兵，啥也不是，还华山论剑，给你们能动呸！咋的？你俩谁赢了啊？谁给谁洗袜子洗到退伍啊？这样啊，来，我宣布啊，从今天起，咱们班所有的袜子还有鞋，都归他们2个人洗。散会。方副司令，要不我们还是提前通知一下吧，不然他们会很仓促的。仓促什么呀？检查工作就害怕通知。平时总说，领导来和不来一个样，可实际上呢，能一样吗？你说的是，现在呢，全军搞作风整改，一听说领导要来啊，恨不得把那马路牙子边上的砖头缝都给清干净了。哼，
完全是形式主义。军队是为了打仗的，不是为了给领导演戏。一会儿到了以后，你掉头就走，敢给他们通风报信儿，我拿你10问。是。都别站着，大家都坐吧。是。鲍副司令，昨天上午我们刚刚举行完新兵开训仪式，要不您再考虑考虑，我们安排个座谈会或者是茶话会什么的。不用，在会议室反而拘谨。那我们就陪着首长到连队和战士们面对面的交流。有你们跟着，战士们还能说实话？我说了，既然是微服私访，那就踏踏实实的和战士们同吃同住。上级也有明确要求，要多下连队，多闻闻下面的汗味儿。那我们负责什么呢？你们什么都不用负责，只负责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也别说。记住啊，每一个动作都给它做好了，所有的动作那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你们呢都要展示出来你们这几个月的基本训练动作。停！立个口令都忘了吗？挺胸抬头，目视前方。哎，下主，往哪看呢？目视前方不懂吗？咋的呀？去练的时候往那边看，那边有什么呀？啊？哟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一拽就给拽倒了呢？报告，行，你拉我，我拉你怎么了？我拉你就能给你拉倒啊？你要完成动作要领了，我能拉得动你吗？不是告诉你了吗？2只手啊，你要使劲的贴住中缝，你看我能不能拉动你？报告。行。报告班长，旅长叫你。旅长叫我。是。刘成到。带着大家继续训练。是。向右看齐，向前看。这怎么还临时恢复官职呢？是这样，报社来了一个老记者，要去你们连里蹲点。这连里不能没有主官呢，说出去也不好听啊。这连里面说出去，我这也不好听啊。恢复官职呢是以后的事，看你表现。行，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肯定好好表现啊。我这当兵这么多年了，您放心，肯定给他安排的呀舒舒服服的。您说，给他安排到哪儿？下周是在一班吧？一班呢？明白，除了一班，安排到哪儿都行，是吧？错，除了一班，人家哪儿都不行。同志们好，我是咱们报社的记者，我叫方振军，大家以后叫我老方就行了。我这次来呢，是想重点看看咱们新战士的精神面貌和在部队生活的体会。上面的领导明确交代，要和大家在一起同吃、同住、同训练，抓典型写文章。所以呢，在今后的1周里，大家该训练训练，该学习学习，该休息休息，就当我不存在就行了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的工作，谢谢大家。同志们，老冯同志，按岁数来说，也是咱们父辈的年纪了。这次能选择咱们连，尤其是选择一班作为典型下基层，那是咱们连的光荣。营长告诉我们了，说这次老方同志的采访工作，每一位战士必须要做到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不用藏着掖着，更不用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，全力配合好老方同志的工作。同志们，能不能做到？好，吴望俊、易子墨，出列。是。全体站位。干部走。王老，你请。干部站。后边走。后边走。王俊，到。我呢，要暂时接任连长的工作。咱们班呢，不能没有班长。这样啊，
你呢，临时接替一下班长的职务。一子梦，到。你帮助一下欧阳俊，临时呢，代理一下班副的位置，好吧？好，谢谢连长，谢谢指导员。别小瞧临时二字，更别小瞧班长。临时的可以变成正式的。什么是班长？兵头将尾，连队骨干，要求进步，这才是班长，懂了吗？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回去吧。好，走。这步棋走得妙啊！让欧阳俊抑制夏卓，让夏卓的死党抑制欧阳俊。小年轻，好了。所以啊，我是上没问题啊。哎，老方，您这岁数我都跟人叫叔了，您睡下铺啊，天经地义啊，就睡这儿，好吗？那不行，那可不行。哎，老方，有这时间都够睡一觉的了，你就睡这儿啊。老方，怎么了？啊，他非让我睡下铺。哎呀，没事，你呀就睡下铺。你看你这体格，要是睡上铺，塌了怎么办？那好，那我就睡下铺。哎，谢谢你们啊，不客气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报告老方，我叫夏卓。你就是夏卓？您知道我呀？我太知道你了。新兵连夏卓，超级大脑世界冠军。没想到我的事情都传到报社那儿去了，太荣幸了。你真是超级大脑吗？他们这么说，我可没这么说。那好，那我考考你。9488 2723乘以9388。890 759 00 3524。你真是超级计算机啊！厉害呀，厉害！老方，我是这个班刚任命的副班长，以后有什么事啊，你也可以跟我说。好，谢谢你。夏卓，快！夏卓，17秒5。哇，夏卓成绩不错。哎，下一个，开始。加油！快！联盟加油！快！联盟，快点，联盟，加速！联邦19秒7，速度太慢了，落后了差不多3秒，回去刻苦训练啊。行，原地休息5分钟啊。休息吧。哇塞，什么时候我们能碰一碰导弹车就好了啊！会有这么一天的。但是我们作为新兵啊，就要学会服从，别一天10万个为什么。我就自我感慨一下，这都遭了非议啊！我只是好心提醒，作为班长的提醒。夏柔说的没错啊，用不着你提醒。我们来当火箭军，终极目标就是上导弹车打出1枚实弹。行了啊，都少说2句吧啊，都站好了，来继续训练。训练间隙，聊聊也好。大家不都好奇吗？我给你们讲讲。刚才过去那辆是东风185G，我们火箭军列装的新型装备，反应快、精度高，机动能力强。过去发射一枚老型号的导弹，需要1个连，甚至1个营的兵力。这个型号性能先进，集成度特别高，4个人就可以操作。老方，你们报社记者连这个都知道啊？知不知道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看到你们一个一个
渴望成为合格号手的决心，我就愿意多讲两句。当然，既然来了，就是这个目标。但是我要强调一点，号手不仅是一个称呼和一个岗位，更是一种使命和荣耀，明白吗？号手是共和国的执剑者，承载的是国家的安危，守护的是民族的复兴，手里握的是这个国家的王牌和底牌。但部队是一个集体，任何一个连队，只要心在一起，就什么都不怕。如果每个人都想着自己心里那点事儿，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号手，门儿都没有。啊，休息完了，抓紧时间训练吧。好。是。都站好了，继续训练。来，准备测试。夏主，你今天成绩不错呀。联邦啊，19秒7，比下周少了3秒。你记的成绩我就不做评价了啊，一点都不虚心。老方，你真的是报社记者吗？我不是报社记者，我是谁呀？刚才你在说发射车的时候还挺专业的，一般记者不这么说话。我以为什么事儿呢？我干了几十年的报社记者，这种事儿见过多了，见过多了就知道多了，就会多了。不对呀，老方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真是报社记者。哟，大长，哎呀，大忙人，来，你好。哎呀，没办法，刚到新单位啊。来，坐，我给你倒杯水。哎呦，上上下下很多工作需要交接，另外还有一些人事关系需要跑，所以刚忙完，我就先来看老战友你。行，算你有个良心哈。好，你这一天天呀，整的也太忙了哈。你说你整的这忙干啥？感觉比咱们司令都忙。哎，李连长，你这是又在表扬我呢？哎，行，你就当我是在表扬你啊。哦，我听说你是我调到报社去了。调哪了？调报社了。报社去了。对，现在在报社资料室是一个干事，说白了就是一个干活的人。你说报社可巧了啊！你们这有一个同事，就在我这下部队体验生活呢。哎，没有听说有人到你们这儿来啊？你看，一看你就是刚调到新单位，同事你都不认识呢。叫方振军，有吧？方振军啊，我们单位没这个人呢。你看，好像我骗你，这人就在我这儿呢。哎呀，都停一下啊！我开个小会儿。来，坐，给我上。哦，这好不容易休息玩一会儿，开什么小会啊？这事儿呢，我确实也没跟班长提前说。我是想呢，班长呢主持班里工作，我呢作为他的副手，替他呢开展工作。别拿棒槌当真实啊！咱班本来就没有副班，你就是一临时的嘛，是吧？弄得跟真的一样，球给我。联邦，能不能严肃点？猫，你是个乐迷，什么时候变成官迷了？就是嘛，这官迷应该是临安帮啊，可不是嘛。不是小主，别嬉皮笑脸。这，行了吧，差不多得了，你这恶心不恶心啊？哎呦，老范，来，我跟你说，你得好好给这种人写一篇文章啊，批判一下他这种官僚作风，是不是？都是一个班的战友，咱得把话讲来。我知道，我当了这个临时班副呢，有些人不服气。猫，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完。我本来做了一份详细的工作计划啊，你们看，工作计划，我想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呢，
如何更好地开展日常训练和思想工作。这不，刚要说，就让宁安帮打岔。我现在也不想说了。在那边吧？可能是那一堆人。啊，在那坐着呢。我还有个建议。哎呀，干啥呀？吓我一大跳。这就是你说的方正军啊？啊。哎，你是真不认识他还是假不认识他呀？这是新上任的副司令员方正军。副啥？新上任的基地副司令员方正军将军。你居然不认识？一提到未来啊，我想过无数可能，会跨山也追风，冲撞一段段旅程，顽劣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，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。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，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家墩，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，叹气息声是荣耀回归了星辰。